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哎，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！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一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邸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。易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一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哎，妈妈，您看啊，这么多美食，其实我应该跟您老一起分享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吃，再加上上次您在酒楼里跟我抢一只鸭子，那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啊。所以您要是跟我在一桌吃饭的话，我这内心肯定会特别害怕。要不然您就先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吃的，我自己回房间吃哦。不过，待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我要陪你一起同床共眠。这同床共眠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同床共眠过，而且这同床共眠，我看着您这张老漂亮的脸，我睡不着啊。今晚不行，我必须要陪你一起睡，因为今天晚上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害羞啊，等将来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你还要感激妈妈的调教之恩呢。行，我谢谢你妈妈，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说的我都羞死了，快回去吃饭吧。